就要教大家咧點樣去測試自己嘅 One Rep Max 嘅。咁喺呢一個力量訓練入邊啦，最主要嘅 One Rep Max 咧就即係話你一下係可以做到幾多嘅 ，OK？ 咁即係話你最強嘅肌力，你嗰下一下嘅爆發力，你究竟最強可以去到幾多嘅啫？咁通常呢一樣嘢咧，我哋會試呢一個 squat 啦、bench press 同埋 deadlift 嘅，咁即係話呢個深蹲、卧推同埋呢個硬拉嘅。咁樣咧，就每一次啦，你要大概知道自己，即係譬如你可能係做咗 gym 都差唔多係半年至1年啦。咁你每一次走落去做深蹲嘅時候咧，你可能大概都知道自己可能今日做一餅嘅，即係60公斤咁啊，做譬如10下或者係12下咁樣樣。咁你大概咧都知道自己個水平喺邊度，即係話唔好咧落到去自己係連唔知半餅或者一餅都唔知做唔做到嘅時候咧，你 at least 俾自己有個概念咧，就係你去到邊一個位，你會有啲開始有啲掙扎，或者邊一個位你係有信心可以去得到嘅。OK， 咁如果咧你有一個概念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向嗰個譬如一餅啦，你做咗10下嘅時候咧，咁你做嘅時候你就知道我做咗10下，咁即係話我開始我就要即係過咗一餅啦，我就要多少少休息，同埋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你隨時會有一個 fail， 即係話你係會舉唔起嘅咁樣樣。所以到時咧，你就要有個預備，又可能有個 spotter 或者即係會有個 safety rack 可以救到你嘅。如果你做深蹲或者呢一個卧推嘅時候，即係如果你砸落嚟或者你跌落去嘅時候咧，有翻個安全架咧，咁就會比較好啦。或者人喺後邊逗一逗你咧，咁就會比較安全嘅。咁啊，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講解下啦。咁咧，我哋而家咧嘅右下角咧就會有呢一個嘅。我做緊呢一個 squat 嘅深蹲，咁我就今日示範下俾大家睇啦。咁通常咧做呢個深蹲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定咧係由呢個吉巴開始㗎。咁吉巴就係20公斤啦，我相信大家做嘅時候咧都應該冇乜問題㗎啦。咁至於熱身係做幾多下咧？咁如果做嘅，我建議大家做10至20下左右。咁跟住啦，開始咧你就會譬如我哋用呢個做60公斤啦。因為大部分人咧都做一餅咧，其實冇乜問題嘅，可能做到8至12下嘅，即係 overall 咁多個人，我聽過咁多個人嚟講咧。咁譬如你做嘅時候咧，你要可能係以呢一個第2下就可能係大概30至到40% 左右落你個嘅平時做開嘅，都係啦用一餅。譬如你一餅做到10下，咁你就由呢一個吉巴，跟住就開始就40公斤。跟住就50公斤、60公斤咁樣上，咁個 percentage 嚟計咧，我就建議大家咧係由呢一個40%、50%，跟住60、70、80，跟住85、90、95、100、102.5咁樣樣嘅。咁呢個咧我會寫翻喺下邊個 description 俾大家睇嘅。咁大家你一見到咧，我做到去差唔多我嘅 One Rep Max， 我知道啦，我嘅 One Rep Max 咧就係深蹲係195公斤嘅。咁我大概去到呢一個180，即係我而家做緊呢個180公斤啦 ，OK， 咁我就會知道自己有機會去 fail 嘅，因為佢已經差唔多接近去到90%啦。通常90%嘅時候咧，好睇你嘅狀態啦，同埋你嗰一日嘅嗰個食物嘅攝取量。如果你食得碳水化合物或者係糖嘅，咁當然你嗰日會有能量啲啦。咁但係如果你玩 bodybuilding 健美嗰方面，當然你用唔晒就會變咗做糖分。但係當玩力量嘅時候，我哋係唔會 care 呢啲咁嘅糖啊或者脂肪。我哋最緊要 care 嘅就係我哋舉唔舉得起啲咁重嘅嘢 ，OK？ 脂肪同埋嗰啲乜嘢，我哋唔會理佢嘅，舉得起先至係重要嘅一回事嚟嘅。咁跟住咧，我就去到個190公斤，已經去到個90幾個 percent 嘅 One Rep Max 咧。咁我自己都發覺開始慢啦，同埋覺得唔得嘅時候咧，即係我已經感覺到係上去有啲掙扎嘅時候咧，咁我知道呢一個就係我嘅 One Rep Max 啦。咁但係當然，如果大家係第一次試嘅 One Rep Max 嘅時候咧，咁我就奉勸大家咧可以 OK 做到你真係做唔到嘅時候，即係你譬如你係做到去譬如你做呢個60公斤咧，做10下，咁我相信你大概做80公斤或者80零90公斤咧，應該都係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去到你60公斤或者以上，你就開始後邊有個人扶啦，同埋咧你休息嘅時間都耐少少 ，OK。咁休息嗰方面啊，好多人都會問啊，究竟我應該休息幾耐咧？每一次其實咧就每個人都唔同嘅。你休息嘅時候咧 ，OK， 你做到去譬如都係講嗰句啦，60公斤。你平時60公斤做到10下嘅，咁你相信你做到80公斤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你都會開始有啲吃力㗎啦。如果你唔信嘅，你自己去試一下。去到80公斤咧，你開始有啲吃力嘅時候咧 ，OK， 咁你就開始需要休息比較長嘅時間。玩呢個力量訓練同埋呢個 bodybuilding 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你可以休息到你覺得自己
OK， 覺得舒服嘅時候你先至去。譬如係休息3至5分鐘係絕對冇問題嘅，因為你都係講嗰句，我哋最重要嘅係將嗰個重量可以舉得到，就唔係話你可以做得幾快或者做到幾多下，我哋只需要舉一下嘅啫，即係爆發力全部都係計一下，就唔會話係你連續爆10幾嘢咁就唔係叫爆啦。OK， 咁所以你做嘅時候3至5分鐘，你唞到覺得自己OK 啦，我覺得我心理上準備好啦，我覺得身體都 OK 啦，咁你就可以落去做。每次做嘅時候，身體 OK 係休息係重要，但係喺呢個力量訓練心理上係比身體更加重要，因為有時你要覺得你自己做得到嘅時候，你先至真係可以舉到個重量。有好多人嚟到嘅時候，成日都話：我唔得啦，唔得啦咁樣。如果你心理上一開始就已經話唔得嘅時候，其實你一開始已經輸晒㗎啦。即係你落到去，你譬如你舉60公斤，你平時做到10下嘅，你去到70嘅時候，我基本上都幾肯定你一定可以做得到。但係如果一去到70公斤咧，因為你已經係跳出咗你自己嘅舒適圈嘅時候咧，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唔到啦，做唔到。咁你70公斤，我相信你就算做得到都會好辛苦。但係如果你一落到去，一舉起條花有信心嘅，好輕嘅，你會覺得。因為你做到10下60公斤，我相信你70公斤絕對冇問題，80應該都可以。最緊要嘅係你自己心入邊覺得你可以做到嘅，咁你就真係做得到。如果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唔到嘅咧，咁你就一定冇噶啦。咁頭先跟住我就做咗呢個臥推啦，一樣噶啦。你做呢一個 One Rep Max 嘅時候，你都係頭先跟翻我呢個40%、50、60、70、80、85、90、95、100、105、102.5咁樣樣。咁 One Rep Max 會唔會成日都出現嘅咧？係唔會嘅，因為有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學生咧都會問：點解我咁耐都仲未有呢個嘅突破，或者我係咪已經進入咗呢個平台期㗎？即係咁講，如果你有一個 standard 係，譬如你每3個月你就可以增加到即係舉重5 kg 嘅話，咁你10年之後咪可以勁過呢個世界冠軍？基本上冇乜可能嘅，因為人係始終有一個極限，但係呢個極限去到邊咧，你自己都唔知道。唯一一樣嘢就係你可以去揾你嘅極限，同埋你突破你當時嘅極限。你當時嘅極限唔等於你呢一世人嘅極限。OK， 即係譬如我呢一半年嚟，即係我自己為例啦，我做咗健身都差唔多3至4年啦，但係我臥推咧，直至到去上一次4月嘅比賽嘅時候咧，我仲未推到100公斤。但係由4月去到而家都差唔多3至4個月啦，我已經係推到去115公斤啦。咁點解3年我都推唔到100，但係突然間我嘅3、4個月之間可以突然間突破15公斤呢？呢一樣嘢好關乎你自己係咪真係好想去做，同埋之前我有一個即係有個心理陰影，好耐都未突破到。我足足3年時間先至可以突破到100公斤，即係兩餅。一突破到，跟住呢3、4個月啲成績就叭叭聲咁樣升啦。以3、4個月計，我突破到15公斤，其實係一件好快嘅事。但係你睇落去快，我哋計落去3、4個月15公斤，梗係快啦。咁但係當你做拉翻勻嚟講，呢3年我去先至突破到呢15公斤嘅話，其實拉翻勻其實好短嘅啫。咁但係當然有struggle， 即係你有呢個掙扎嘅時間，亦都會有突然間好暢順嘅時間嘅。OK， 咁所以你要知道就係，如果你未突破到自己嘅 One Rep Max 嘅時候，唔係你突破唔到，而係你未突破到。OK， 如果你突破到嘅時候，亦都唔好太開心住，因為你都亦會可能會撞到一個平台期。咁當然啦，你 squat、bench press 同 deadlift，基本上我未試過3樣嘢一齊撞到呢個平台期嘅。如果係嘅話，咁你真係唔好彩啦。咁但係當然好少機會發生，因為你全部3樣嘢你都用3個唔同嘅動作去做，你總會有一樣嘢喺度進步緊，總有一樣嘢喺度停滯緊嘅。咁所以你要不斷咁去揾方法，揾一啲新嘅刺激，揾一啲啱你自己嘅計劃。OK， 唔好漫無目的，自己 One Rep Max 都未知道，跟住你就喺度每次做，做到做唔到為止。咁樣唔係一個正確嘅力量訓練計劃。咁你只不過喺度嘥時間嘅啫。所以揾到自己 One Rep Max， 揾啱自己嘅 program， 跟住個 program 咁樣練落去。即使個 program 帶唔到你帶唔到一個突破俾你，但係 at least 你已經擺咗一個心機同埋心血落去嘅時候，你第時一定會用翻呢一啲嘅訓練嘅成果落去你嘅突破嘅嗰個結果嗰度嘅。OK， 咁就今日先講住咁多呢個關於 One Rep Max 嘅一個理論先。咁我哋下次咧就再同大家講其他關於力量訓練嘅嘢。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大家都等咗好耐啦，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咁我哋咧下次再同大家見，拜拜。